李伟谈天会昨好伫大港国小举办台南第一场的新册发表会，这些乡亲甲支持者拢客满礼堂，相当捧场，嘛展现伊的超高人气。谈天会表示，伊会选择伫遮办发表签册，就是回忆爸爸担任议员迄时争取大港国小的困难甲坚持，嘛成为伊真大核心力量。会中这本册中册话周玉蔻嘛亲自到场，推荐册中描写的就是谈天辉的生命故事，以及台南女性政治力量的最佳代言人。然后说他20几岁就开始发传单啊什么，那太有趣了，所以我才说一个女生在政坛上要发展，而且又在这个台南这个地方是要突破非常多困难的。为了谈天辉亲切伊替支持者签名祝福，嘛因为人伤济，原本准备的册无够，也需要重新落订。其实外人眼中坚强实力，每一摆拢高票当选的谈天辉，伫册中除了描写奋斗的过程，嘛透露是生活线线，要互民众看见伊无同面貌。从这一本书，大家可以回忆原来当时候我们是怎么困难的，我们要怎么走到现在，走到今天，就是有很多的乡亲支持，而且这里面有谈到婷飞的爱情，也有谈到婷飞怎么样去面对所有政治的迷途，然后又有提到说陈亭妃对于台南是怎么样有一个期待的。我觉得这当中甚至把陈亭妃的小迷糊都跟大家说了。签册发表会中，谈天辉嘛准备阿嬷摆土豆，甲大家分享，来回忆当时伊阿嬷照顾因加脆土豆，互因家族食营养的滋味。未来谈天辉嘛看大家买册需求，陆续举办签册会，继续来分享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